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今年9月以独立参选人的方式，伫全台设总统选举联署站。才能知影，屏东地检署伫10月时接到检举，讲屏东县呢有人提钱要买个人资料，填这个联署书，检调一直追查，先针对这个潮州镇长这个周品全甲收押了后，案情继续侦办了后，昨又搁搜索屏东县议长周典伦伊的徛去甲办公室，并且将这个周典伦的爸仔囝呢。即带转去进行门口检，伊才了解咧，周典伦伊拢无承认有犯案，抑过检方有证据，伫即个复讯了后，将即周典伦申请收押已经准啊。因查某囝周明阳是以50万块交保，透早周典伦的查某囝甲国民党一个议员呢，集中做伙替议长打抱不平。经过将近20点钟的长期搜索甲约谈，一直到今仔日半暝啊，屏东法院通知周明阳是以50万交保。是讲现场有原有真侪屏东县议长周典伦的亲戚朋友来等候。第二组囝也是屏东市长周家琪也有来，只是最后等到的毋是好消息。检方问话了后，是周典伦申请收押核准。经过法官讯问后，否认设有违反总统、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87条第1项第2款的犯行，而且辩称他所交付的资金是用在催促联署书数量的工作费。但是有多名证人就被告交付的资金是为了特定联署的用途证书债券，而且有其他的扣案证据可以佐证。周典伦自头到尾无承认替郭台铭的联署书开钱买个人资料，也毋过检调掌握其他人证甲物证，佮加上当时交付现金的监视器画面已经放汰掉，资金的来源佮爱继续追查。法官考虑到周典伦有串通口径以及毁灭证据的可能，裁定收押禁见。事实上，这件案件为10月份压出来了后，就一步一步炭烧。一路为条卡，潮州镇长周品全，资金链屏东县议长周典伦，有可能涉案。那军虽下放收押禁见，县议会当前也出面讲话。政治的这样子的介入司法，让我们觉得台湾的民主社会是让我们感到遗憾、感到失望的。那也相信司法绝对能还议长一个清白。4个字而已，司法破坏，就是尊重司法机关依法侦办。27个国民党和无党籍的议员出面为司法打压，也毋过检调证据掌握，周品全当初交付后签名联署人的汇款，都是由周典伦来提供。这条资金源头又搁是啥？检调个需要继续调查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